手把手祷告熟。哇，我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景象超可怕的呢？有一个人，他的身体恐怕遭受到很大的压力。这个压力，如果我们知道它是让我们可以让原来的疾病得到疏解，我们会说这个压力是对我们身体有帮助的。但如果这个压力呀，我们知道它是对我们恶意的，我们就会说它是暴力。所以我们有时候是不是感受到人有时候遇到的苦难跟压力，我们若知道原因是对我们好的，就像诗篇里面说，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渐渐的衰残，但神是我心里的磐石，又是我的产业与福分。那么我们就真知道我们为什么而受苦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分享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是不是今天遇到了一个压力，虽然不好受，但我们却知道它是对我们身体、对我们生命是能够提升的。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首诗歌呢？还是我们要一个代祷？这个压力目前我觉得实在是很苦，求上帝来帮助我们的呢？我们的家庭呢也一样哦，是不是曾经经历过很大的压力，让我们的家庭到如今都还记忆深刻？那也是上帝的一个恩典记号呢。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